我咪係啦啦老師，鐘仔仲有家輝，就係工作仲有隻狗仔語言，認真上來知道未？大小小邊邊佬，好冇反應。家輝，阿家輝又係嘅，坐到爭倒數咁款。個狗仔嗰度都做得好過你咧。家先死死地氣放低佢對10寸金蓮咋。嗱，做乜咁嚴格嘅？你叫啦啦老師啊，嗱，老師，今日做乜咁嚴格啊？兒時一個圖啊，鐘仔今日叻啊！係咪啊？個小紅花皮，兩個紅花喎，冇你啊！我真係好省鏡啊！賺到阿公清醒地沉淪啊！現在學習古詩，開始嚕。哦。聽着，吟唱《憫農》。春日當午，山間喝下土。鐘仔，你嚟一次按個音樂嘅。佢可好得喎。阿公用佢畢生所學當場擊暈老師啊！唔認真讀書，搣到一個小紅花俾你，大鑊啦今次。物歸原主。翻學攞手機，放學叫你個家長嚟見我。好，啱嚟見見佢喎。觸手可及的家長，逼到自閉。你哋兩個有鐘仔，阿肥，你上罰企。鐘仔都有嘅喎。家陣整下玩爆大鑊添啊！係鐘仔坐喺度罰企。教導有方。